我叫高瑶，无忧城挂牌杀手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那个暗器千万别发了，千万别发！还跑吗？我不跑了。哎，人家只是路过嘛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可是你刚说你是无忧城的挂牌杀手。人家虽然是无忧城的杀手，但是人家只是跟着他们而已。跟着他们来杀我？他们要杀你，我哪敢啊！我刚进无忧城不到半年，就是个人肉背包，替他们背行李的贫苦丫头。大哥，除了杀手能干的活，我高瑶什么都能干，做饭、洗衣、捶背。只要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，高瑶我愿意为您当牛做马，好生伺候您。无忧城为什么要杀我？在无忧城接了单啊！上一次宋家一个暗杀，一个调查，戴家一个暗杀单。我接的那个是调查的。上林宋家2个，戴家1个。上林宋家也要杀我。哼！你是几重境？我才刚刚2重境初级。给我仔细讲讲无忧城的事。无忧城嘛，就是紧挨千绝地的一座近乎封闭的城。城里的人呢，都干过不少坏事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我是因为偷了别人不得了的东西，要生存嘛。他们在城内都共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杀手。无忧城虽然满是杀手，但是城中是不允许杀人的。这是无忧城唯一的铁则，可以说无忧城就是杀手之城。每天都可以在无忧城接到任务，任务分为暗杀、追踪、调查、寻宝等等。杀手又分为好几个档次，黑色的是初级的，银色的是高级的，算是很优秀的杀手了。只不过升级到银色，就很少有人会把杀手牌露给别人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交接任务可以升级之外，上交他人的杀手牌是可以直接继承他人的杀手点数的。在城外杀了别的杀手，取而代之，也是无忧城的规则之一呀。不断积累杀手点数，就可以升级为青色杀手，即特级杀手。青色杀手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可是青色杀手也不算最高级的，最高级的是红色杀手。不过红色杀手，我还没有见过。那你是什么颜色？黑色了，1个月了，一个任务也没有完成，人家都快混不下去了。所以你就指望着干掉我这个再轻松不过的不入流，攒经验？我错了。